啦，頭先我哋一路都講邊個向邊個屈服，點解咁重要呢？因為我哋去到一個權力爭議嘅地方，出軌方佢期望用一啲道理令到情緒好勁嘅一方穩定落嚟，以至可以傾偈，翻去之前佢哋講過可以好翻呢個場面裏邊。至於情緒爆發嗰方，佢期望用佢嘅情緒，用佢嘅眼淚喚醒對方對佢嗰份嘅情誼，以至明白原來佢係佢愛嘅一個人，唔係講道理嘅一個人。雙方喺互相期望屈服底下，其實有個同一方向，就係想喺翻埋一齊。出事嘅一方，犯事嗰方，期望透過呢啲理性對話帶佢出情緒底下，以至可以翻同一個關係。而情緒嗰方期望喚醒對方嘅愛，本來係好簡單，一個好好嘅一個方向，但係可惜情緒同理性從來都唔可以直接對話到，以至呢個情況反過嚟令到佢哋兩方面都會覺得無力行落去。